一節突發消息：大埔宏福苑發生4級火，大廈外牆棚架起火，火勢迅速蔓延。網上所見，火勢蔓延至大廈頂層，火舌及黑色濃煙席捲半空，火勢已蔓延至多座起火。現場消息指，至今釀成4死3傷，其中1名消防員殉職。消防處今日26日下晝2點51分接獲報告，指大埔宏福苑發生火警，於下晝3點02分將火警升為3級，並於下晝3點34分升為4級。消防人員正進行滅火行動。片段所見，有大量大型雜物從大廈散落。亦有網民指出啦，2024年中大埔宏福苑進行大維修，要集資小業主質疑維修費用方案過於昂貴。2024年6月中法團大會前夕，小業主已經不停追問法團主席，會議後法團主席被街坊包圍，之後第一期繳款推遲到7月31號，6期費用共分10個月繳付，其中最受爭議嘅係3億幾嘅維修費用。有最新消息會繼續同大家跟進。